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7月20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花莲有部分道路水崩山，因那台东的南海公路受土石流落来，造成交通断暂。台北发生公车弄死人的意外，在新兴客运出面会室内，公司机无先停落来才国外，未来会加强训练。越南真出名的景点下龙湾有一只观光船，因为出现强烈风暴转安的冰船，上无是已经有37个人死亡。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在花莲甲台东这2天是一直咧落大雨，有真侪所在拢出现灾情。花莲有部分的道路水崩山，所以这山区基面是先有风性特例。一直咧台东的南海公路受几大崩山造成交通断暂，市区的车路嘛是因为大水透袂离，所以即卖是暂时无法度通行。连续到2节大水后，花莲县玉里镇甲倒溪乡部分社区另外道路土石流阻断路面。玉里镇公所19暗时就撤离部分居民到基本中心安置。20号西登河，2地公所马上派出机具清修道路，也呼吁县府重新检视秀姑兰溪疏浚的计划。我们一再的呼吁，秀姑兰溪的疏浚必须由下往上来疏，并不是显地点式的。南环公路大东县的路段透查发现真侪所在石头绑落路灯去，公路局咧抢修，按说下晡5点进行抢通，呼吁用路人无必要暂时唔通上山。我们找寻的发现的话，有五处的一个灾点呐。那我们陆陆续续，我们抢修的厂商也都在沿线的话，逐路段的来办理抢修的作业。台东市区连续2节大水后，南门里通向火车站的路一直淹水，车辆通行真危险。警方透早高求防水线，边仔农田也因为长期排水无好，真做水池。咧开花大部石刻可能无法度修成，农民是真无奈。有啦，就快变这样了。目前花东藤县依然是一阵落雨，山区特别明显，呼吁住伫山区边上要特别注意土石流。记者综合报道。虽然风台比拍离台湾是愈来愈远，不过因为外围环流甲低压带的关系，这天气是也真无稳定。气象署针对华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西半部过道嘛是要注意雷公雨。另外，这气象专家表示，未来10天是真有可能佫有一个风台，嘛无排除会挖进台湾，目前佫爱观察。大景拍过来拢淹过爆发，偏湖十里海沙坡一早起就出现3-4公尺宽的海影，一阵拍岸顶。风太高啊，个大楼市啊，水坝啊，咱这爆花就要做较悬，无危险海影拢会降起啊。因为未受风台外围云系影响，气象署发长影的信息，提醒偏湖、贵东北海岸、东半部、南部甲恒春半岛沿海，拢可能有长影。虽然风台愈行愈远，不过伊的外围云系甲低压带继续影响台湾。东半部有低延时强降雨，西半部过头有雷阵雨。特别是在花东地区，雨势还会来得比较明显。至于在西半部地区，我们预计会是比较弱，在下半天过后。中午过后，整体的雨势发展才会特别的明显。气象署讲，这礼拜全台湾的天气受到低压带影响，拢无稳定。拜日过了，低压带累了动，继续发展，是不是将这风台一块看？热带系统拜3到拜5向北边行时阵，有可能挖过来台湾。未来环境其实是有利于这个热带系统的发展啊，在这当中，可能在未来10天，应该有2个热带系统的发展，至少有1个可能会变台风。专家讲，这么了动的强度有比进前估计较细，发展的时点可能也向后延。拜3过了的天气，受到热带系统发展的无确定性，未来1礼拜天气拢无啥稳定，可能会落雨，大家加注意天气的情形。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台北市第一站是发生公车弄死过路人的意外，这公车所属的新兴客运是出面会室内，讲这63岁司机伊确实是无先停落来才国挖，未来会佫加强宣导甲训练。因南交通局是按照明仔载到事故发生的地点去会勘，检视这交通的设计，看要安怎来做改善。新兴客运的高层，几多遍向死者的家属甲社会大众行礼会室内，对因兜的公车19伫总统官舍边啊弄死波托年感的名义，代志过两天，董事长亲自出面说明，涉案的驾驶伫经过人行道时阵，无照规定 B 字彩也无停车则开。
第一个没有超速，第二个没有这个违规转弯，但是犯的最大严重错误就是没有做指差确认。涉案的司机63岁，已经依照过失致死罪嫌侦办，经过检方核实，5万块交保。对于员工出代志，董事长也会家己请示，公车伫咧经过路口，爱做仔细确定。这项交通规定已经推出真久啊，不过就算资深的司机，也无一定做甲真确实。指差确认是在我们台北市、双北市公车业者推行了好几年，显示我们公司的内部管理有一定的落差。表示我们公司在执行面跟督导面的方面呢都没有落实。频频替阮提出改善措施，包括驾驶伫咧出车之前要加强宣导停车即开的规定，也强化教育训练做实际演练，提升一条盲区警戒，要搁赶紧正式车的拢级有警戒偏离系统。台北市长蒋万安指示相关局处依法追究责任，而且公布检视案发地点的交通设施。将在下周一下午2点半进行现场会勘，就该路口的行人交通安全改善措施进行评估，包括路口西北角的行穿线退缩、增设庇护岛及行人灯等改善措施的评估。交通局官员按算2日下昼，会去事故现场会勘，检视即卖交通设施，看是毋是爱调整。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过来看这台师大的查某脚球队抽血争议是引起社会关注。针对这项计划，找这无执照的人来甲学生抽血这件代志，毋但是违反研究伦理，嘛是违法的行为。检方目前是正咧调查，上紧明仔载就约谈这研究主持人陈忠庆教授，还有这前教练周大英等等的相关人员。台师大女脚球队抽血换学分的风波咧滚价，学校19开记者会，校长是带头鞠躬会室内，对无同意书收取经费事后发放这证据。计划主持人陈忠庆承认第一年做计划主持人出国无伫台湾，这伫事后互受试者签署同意书。不可思议啊！远远不是只是研究伦理，更严重的是它是违反法律的规定。事实上，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参加了几个计划，抽了多少血？这件事情上面，到目前为止，即便昨天的那个记者会，我觉得都没有厘清。学者是认为，宪法法庭过去判决，就算是检警机关伫咧侦办毒品案件时阵，对接到嫌疑人用这抽血检验，也已经互大法官认定违宪。台师大女脚球队的案件显示，学术体系甲运动训练领域对基本人权保障的法律认知明显不够。或者说他能够了解他这个是基本人权，他就不大可能会在还没有让对方同意跟知悉抽血之后的用途，在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开始做了，那是蛮离谱。很遗憾，昨天从台师大的记者会得知，他们的确是由没有执照的人来帮这些同学们抽血，而这个研究计划是国家的研究计划，假使把这些委托抽血的公务经费给了没有执照的人，那就是一定会有刑责的。经过了解，检调已经锁定周大英研究主持人陈忠庆教授等相关人员，相信自一开始陆续约谈，检方也传唤检期省等女脚球队受害者组成，公布调查清楚抽血过程当中，疑似有非医术人员抽血违反医术法定的代志。事件后续追究会由教育部主席、卫福部会参加专案小组协助调查甲法规的解说。因为现在并不是非常确定到底是有几个研究，时间到底是多长，这中间的 IRB 还有就是说相关的人体试验伦理跟学生这边的知情同意的状况到底是如何，这个教育部已经在启动调查，那我们这边会来协助跟配合。除了检方动作以外，脚球协会进行接到体育司法函了后，按算7月23开纪律委员会，依照特定体育团体建立运动教练资格检定甲管理办法，周大英向其被注销教练证，而且重新免过申请教练资格检定。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六7月26就要进行这罢免投票，今仔日国民党和民进党拢大动员，要把握最后催票机会。蒋万安早起就连续走去中山区、有内湖区去斗徛台，呼吁民众就爱反制罢免。因为林右昌是到新北去支持罢免团体，佮口说这国民党是恐怖情人，无值得佮爱一摆。
向支持者发声爱继续拼。台北市长蒋万安20早起连续赶场就停避提案罢免的台北市国民党立委，先到中山区滨江市场为王宏维扫街，搁赶到内湖的福光市场，甲李干秀合体。蒋万安甲民众到伫翕相展现亲和力的时阵，也搁向民众发声，会记出来投无同意票。台北市5位国民党立委都非常的优秀，我们希望大家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大多数我们走在市场、走在公园，大家都觉得造成社会的对立。第一波立委罢免和投票，因为拿到龙检判中间选民可能投票率无悬，双方百合黄金就范，希望伫动员弃票的时阵，用推出中间选民的票。宁夏阁回归到用罢团为主的路线，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就到新北，又听罢免拿会邀请上团体。林佑昌过来甲民众博感情，佮考试前一日拿赢伫台中办的，佮爱过一摆反罢免暗会。恐怖爱人不值得再爱一次，更不用讲说他们是在伤害爱人，在伤害这个大的家庭，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诉求，理性的一个民众应该很难接受。若拿力各自催票，民众党下晡会伫民进党中央党部以外举行民主起义反恶霸集会，邀请台北市5位面临罢免的拿会到场，展现国会法案合作以外拿备函。罢免带头人造形成甲另台北市议员也举行台北同意罢第2场大造势，出力来催票。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过了后，大家拢想要趁好天来征收厝顶，就民众伫咧网络顶悬找业者，煞去拄到这变线仔，要求伊先付定金，才会派人去征收。毋过这前后是已经拢总付19万，这工人煞是连一个影都无看到。即阵警方是已经掠到嫌犯，嘛甲伊移送法办。警察落车犯嫌，才咧落车。19暗时，台南客家分局掠到这名犯嫌，因为警方接到报案，有民众因为厝顶受损真严重，积水直流入去厝内，四界找无人来征收。眼前的工程承包商人员挂保证5天就通处理好势，要求伊先定金，前后拢总付19万。无意外拄到变线仔，警方掠到犯嫌，消息传开，附近民众拢心惊惊。哦，这才做恶事。就恐怖的哦。安尼吼。犯嫌索取高额工程款项后却失去联系。本案由本分局及刑事警察大队与台中、南投、屏东警方共组专案小组，于今日晚间在屏东县恒春镇将犯嫌查缉到案。洪灾后找厝配工人上少爱1个月，因为厝受损，受灾后一时着急，就上网络找人征收，这安尼是拄着诈骗。这回受灾后嘛真感谢警方破案的脚手真紧，伊就希望钱赶紧讨回来，因为后续佫有修缮工课。另外受灾后佫讲，当佫接到有高雄的来讲，会当来斗修缮，毋过爱先立投期款，互伊实在袂放心。你钱投期款袂使遐济互伊啦，讲这嘛有问题，是不是有问题啦？啊，对方是讲要把全部的证件都带过来，啊，整个流程要写到怎好势，来写下文字，互客家分局做来见证。长官伊讲啊，你来遐，阮会敢帮你查讲这个资料证件有正常无？诈骗集团看准民众灾后积极想要修缮厝的心理，趁这个空棚来关乡亲，大家特别细腻。市府回应已经向外县市政府寻求支援，民众买当向当地区公所询问，配合专业人工来协助厝顶修缮，避免佫方便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嘉义县有超过6000户的徛家去互风台破坏了。这当石甲布地因为少年人较少，佮加上4界拢咧做复原的工课，所以即摆是找无人来斗修复。即阵就有消防人员佮志工来斗骹手，协助当地做重建的工课。清理厝顶的厝下替破去的所在来看旁部。嘉义县消防局的消防人员、甲警义消的志工来到布地，协助一寡弱势家庭来整理甲补强因为风台受损的房屋。原则上，我们还是这边接受我们社会局的一个安排在这个名单之内，我们尽量来协助这一些独老啦这些低收入户的一些民众。台风过后，房屋顶漏水，那急需要帆布来覆盖，这里的人都没有人员可以帮我们覆盖。那我们今天我们的消防跟义消同仁要利用自己的假或是休息时间来帮忙。除了消防单位，另外嘛，还有民间的善心团体来到庄脚替一寡食大斗整理厝。在地村长讲，庄脚所在较无少年人，
大家拢咧抢找无工，实行团体伫摆帮忙，互灾民会当赶紧恢复原本的生活。咧救的当中，咱拢无在救，因为几乎差不多咱这方面拢互救去啊。我都联络，我们都希望义工团当然，你过去对阮地七村，嘛来去过厝，还有对这路段吼，虽然速度有够紧的，去下晡的时阵随赶到位啊，来赶来到现场。嘉义县政府表示，因为风台受损的厝超过6000户，即卖因为欠工欠材料的关系，只会当做一寡补强。若果拄着风雨，惊会有结构安全的问题，已经有准备刷来协助的计划，随时会当替一寡独居老人也是弱势家庭提供临时收容的照顾。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即阵嘛，连续有风台来，互这菜色计数是暂时降袂落来。目前已经有启动控制计数的相关措施，有计是维持到7月24。接落来就要看这菜价甲天气状况，才阁来做调整。来大卖场的促销专区景青菜，业者推出真侪优惠，正拄着假日买起袂歹。受风台甲连续落雨影响，最近的菜价是不哩贵，消费者家己有一套应变的做法。但是台风才刚过，所以它不可能恢复那么快呀，可能会换不同的菜类，就是买根茎类的啊，或是芽菜就会比较便宜啊。不知道台风了，因为现在外面下大雨，想说趁现在先来买。农粮署因应中南部青菜供应减损、青菜计销起价已经甲卖场的通路合作，伫全台1500个据点推出高丽菜优惠专区，每一粒是1.2公斤，计销未超过90块。看一下最近菜价7月初，单单是风台来进前，平均计销每公斤26块，风台过境了后一路起到33块1。因为产地积水无退，伊阁连续落雨，7月18平均计销是44块3。19虽然有64价，不过依然无俗，而且进货量是大幅减少。以汤匙菜为例，计销起11块。主要是那个南部的那个叶菜类的产区有受到比较重的影响。本来是预计大概8月可能第1周或第2周会好一点，可能要看这2天南部会不会再持续的受到影响。台北市市场署讲，就因启动蔬菜边价做法，经由大台北地区超市通路推出边价蔬菜大约50档，亲像国产马铃薯、进口的青菜果汁品项，这波做法继续到24，会看天气状况加菜价波动情形，才决定是不是再推出因应方案。记者综合报道。第3届500碗的名单昨已经公布了，这是一项针对台湾在地点心的评选机制。这届拢总有462间店入选，其中得到上侪评审介意的店有5间，分别是新北的朱记花枝羹、中华的宝岛肉圆尖，阁有北门口肉圆、台南的区家小港仔米粉，阁有宜兰甲花莲的桥头臭豆腐。其中这彰化县就有2间入选。一粒一粒形状特别肉圆浸伫大鼎内底煎，加开 QQ 外皮，内底是竹笋甲猪肉，佮配合皮质酱汁，互人食到脆烂。中华宝岛的肉圆尖是有名在地美食点心，那是帮第3届全台小吃500碗，佮得到相关荣誉的3碗，拜一透早都真侪人。这非常怀念的好滋味，因为以前小时候我们阿公就常常带我们来吃。工作边啊，这间较好食。在地拢介绍这间。彰化的肉圆都是圆的，然后我们就是它就是一颗圆圆的、大大的。我们这种是比较属于三角形的肉圆，然后有手痕的。在彰化市的北门口肉圆，共款得到3碗。彰化一摆有2间小吃得到500碗，最高认据，唔但点头欢喜，彰化人也感觉真强好。这摆全台小吃500碗名单内底得到3碗，也佫有台南区家小港米粉、宜兰花莲的桥头臭豆腐，也佫新北的朱记花枝羹。花枝非常大块，而且厚度有一定的厚度这样子。OK。然后整体的调味都很好。对，蒜还 OK， 都 OK。蛮有嚼劲的。500碗是由平面媒体伫2023年创立全台小吃新指南，后袂少人叫这是台湾版的米其林必比登。今年已经是第3届，有50位评审选出心目中值得食的台湾小吃。这届全台有462间入选，其中有15间已经是连续3届入选，实表员工是真强。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侪变化，各地头的天气，带大家做伙来详细看。北部地区29度到35度。
中部地区29度到35度，南部地区29度到33度，东部地区28度到31度，外岛地区28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Thank you.